有一个网称伫面册直播甲资源班的学生踢笑，引起网友的不满。虽然这个网称有录影片会失礼，不过有合作的厂商拢和伊解除契约。有国校辅导主任就讲，有真侪人对资源班有误解。事实上，这资源班是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囡仔提供符合需求的教学。因为资源班吗？不可能，我那么聪明，以我的智商。什么资源班啊？太扯了！你们班有人在资源班吗？没有，我们班一个问题儿童都没有。真的哦？对他们班就稍微不正常而已，但没有到问题儿童。直播业务配合的测试，回应网友时对校生无正常。面对儿童来讲，这个资源班却只是一日笑。网络红人领导囡仔吃饱妈Sydney引发议论。这样子的字眼，对于家里有特生的家长，可能会心里面真的不太舒服。被这期踢笑这个资源班的学生，网友发起抵制。到至今为止，至少10间厂商发出声明，拒绝合作。都跟大家说声对不起，就是很抱歉让大家受伤。我没有歧视或者是轻蔑、藐视任何，无论是资源班的学生，或是需要个别辅导的学生。Sydney 25深夜亲身录制影片系失礼，强调无歧视的想法，对着家己甲囡仔用词不当，感觉真失礼。国小的辅导主任讲，其实资源班是对有特殊需求的囡仔来提供这个适合的教学模式。不一定是学业，有些类别的孩子是他们的智能是很 OK 的，甚至高于一般的孩子，或是有一些社会技巧、人际关系需要老师做一些加强指导。辅导主任讲，入去资源班必须专业鉴定安置，而且多数学校是采用分散方式，也就是讲，特教生多数时间是伫普通班上课。这事件凸显出学生甲大众对着特殊教育需求的认识甲支持，也有真大会用进步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